讲到前一阵有日本的盲青来台湾的高雄佚佗，讲有袂少的机车违规徛伫人行道顶头，阮感觉真危险，因为台湾的交通安全爱检讨。警方是回应讲，未来会针对人侪所在科技执法，卖加紧来讨论。日本盲青带阿母来高雄捷运美丽岛站附近佚佗，因暗时散步的时阵，煞互袂少机车惊到，因为机车就徛伫人行道。びっくり私は歩道を走ってたら日本ではちょっと大変なことになる。一台机车拢徛伫人行道，甲用路人相闪身，安尼行为其实已经违规。民众中讲，台湾人就是贪方便，这种状况直直发生。有香港游客观察到，毋那人行道，机车也会徛伫顶仔骹，因敢若会当行位车路去。在一些商店啊、骑楼那边走，有时候就我们走着走着，就会有一些机车就开上来，走到马路上面去，然后旁边有车经过，就感觉蛮危险的。台北迄个人行道小条啊，高雄就是方便啊，路大条啊。针对这支高雄用路人地价的影片，侪网友留话，认为台湾的交通真危险，替台湾感觉见笑。根据高雄市交通大队统计，今年到4月，针对机车徛伫人行道已经处罚2335件，甲去年同期比是增加1046件，提悬81%，会依法来罚600到1800。警方会针对民众较侪相关，伫个相关单位会勘了后，取得地方的共识之下，使用科技的设备来处理违规。交通大队表示讲，目前高雄市敢若伫左右2条人行道有科技执法，未来针对相关人较侪所在增加科技执法，呼吁民众莫为着一时的方便来违规。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